台南市议会定期会上午进行最后一天的市政总质询，自由发言。真难得有3位跨党派的议员，包括国民党的林美燕、民进党的郑嘉欣、加时代力量的林义莹，联合为女性来发声。因为3位在顶一次会期同齐提出月经贫穷的议题，虽然真欢喜看到市府在今年8月中结合民间企业，共同来推动登月计划。不过，对一开始的试办甲规模，甚至有成的编列，议员嘛一一提出甲外县市来比较，认为阁有真大的改善空间。观念很重要，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现在在预算还没有办法到位的情况之下，比较紧的情况之下，至少我们要先给小朋友一个正确的观念。对，出金来怎么办？因为有的我刚才说有的是比较早熟嘛，早熟情况之下，他不知道，甚至有一些单亲家庭是爸爸在带的小朋友怎么办？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教育里面，我们必须要扮演好就是母亲的角色，教育这些出金的小朋友，尤其我们要去过滤，学校必须要过滤，是单亲是爸爸的话，我们这边小朋友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他了。你当时有讲说初办3个月，那市府既然有心要办了，为什么不要延续？为什么要讲初办3个月？所以我在这边要呼吁，我希望我们台南市政府可以正式的编列预算，可以来提供我们9到14岁女孩的初经宝盒。这些初经初起来的时候的这些女性同学可以更了解知道说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用品，也不会觉得尴尬。然后2来就是也希望说我们教育局这边也要聘请专业的这个老师来教导正确的性知识，包含遇到初经来的时候要如何处理，如何来解决。其实我们光是能够在议会的殿堂谈月经贫穷这个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台湾女性权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大家开始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很明确的3位议员就是要进去预算，因为你如果再用这种捐赠的方式，真的是不知道哪一天这个捐赠会断了。对，第一是月经贫穷，就是说包括小女孩或者包括成年女孩子，她的一个没有办法负担这个生理期的这个一些用具的问题，她应该获得平权的解决。第二个，您提到的3位提到的是健康教育，怎么样给我们孩子在初经来潮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正常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第3个，您提到了市府现在开始试做的这个部分，上路有点踉踉跄跄，不是很完美，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去检讨。不过您刚刚提到月经贫穷，不管是青少年或成年人，他碰到了没有办法使用生理用品的问题，跟健康教育那可能是不同的问题，我们会寻求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议员表示，不只是儿童少女，包括女性家友、经济弱势的受暴妇女等。议员建议，市府应该编列预算，提供免费的卫生棉，予9岁到14岁的查囡仔作为初经宝盒，而且对教育来宣导。月经来要阁再是袂用的讲的秘密，希望会用的总结月经贫穷，去除月经的污名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